宝贝，你先去睡吧，嘎，一切随缘，先去睡吧。还说我重色轻友，因为你说你要去打我呀。感谢四处奔波，谢谢你送来的小可爱，谢谢。你说话这么甜，我都睡不着，主播能不能让我死心塌地的睡一觉？可以睡的吗？可以睡的。你早点休息，好的好的嘎。有没有喜欢我？我真的离婚了，因为都没有人喜欢我，我能去喜欢谁啊？有限公司，换个老婆，缺个老婆，我也缺个老公啊，太难了。二婚的找老公找老婆真的太难了，太帅了，小宝贝。你太会开玩笑了，我喜欢你，喜欢我就帮我点红心呀！欢迎家族欢迎来到宝宝直播间，家族你在干嘛呀？那我们刚好啊，但是我老了你没看上，太可惜了，有限公司。宝宝帮我找一个真心喜欢我的吧。伤心的人我自己都找不到，我去哪帮你们找呀？真的啊，太帅了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的那一种吗？可以追你吗？可以追的吧，可以追的。我应该比你还大，不可能啊！我看到你的作品了，然后我看到你的作品了，看你挺年轻的。天黑了去不了医院，那你就用盐，温开水，加适合的盐吧，简单处理一下伤口消毒。可以这样消毒的吗？我这辈子可以找不到真心喜欢我的啦，我自己都找不到呢。就是啊，像我们这些二手的没人要，你还二手呢？家族你就吹牛吧。你跟客官谁是姐姐？我是姐姐了，我96年的有限公司，我96年的。宝宝晚安，金星你要睡了吗？我都还没睡，你们都睡了。他咋了？你们都可以追。我离婚了呀，白少。刚才要叫他，使劲打3，没有啦，已经很使劲了呀。忧伤的往事，我不能追，为什么呀，白少？在哪里发财呢？没有发财噶，没有发财，我在打工，真的。家族你就开玩笑吧。96比客官小呢，客官是多大我都不知道哎。不相信我吗？对呀，家族，因为我知道你有老婆的好不好？客官跟我同年，客官是几年的呀？9几年的呀？我别找你喽，可以的呀，我自己都找不到的。晚上好，守望，晚上好。我是伤心的人是吧？我跑不动了，追不到你啊。白少，我今晚脚受伤了，所以呢，你可以追到我的噶。你知道我有老婆，但是离了。家族你就吹牛吧，好不好？别跟我吹牛，别开玩笑，好不好？说点真实的，就像我一样，说点真实的，好吗？我知道你没有离婚，不要乱说，万一你老婆知道了，她会难过的。想陪你，但是不敢碰你。怎么说？脚怎么了？说我今天摔了，今天摔了，然后有点伤。我外婆家在慕斯。哦，所以你们才认识的是吧？你怎么了，白少？我受伤了。我说真的，家族可是茫茫人海中，你们都认识的呀。但是他应该你没有离婚才对呀。我很想看你跳舞，金星，我今晚跳不了了噶，等我的脚好了给你们跳好不好？家族，可是我听到你没有离婚呀。
我离婚了，你别吹牛了，有些公司。不要每个人都说离婚了好不好？我一个离就够了。我带你去医院，真的吗？谢谢手腕送来的小可爱感，谢谢。找我就对了。你爱信就信，不信就不信。生气了吗？真的就好。欢迎来到宝宝直播间，欢迎吴少吧，谢谢点亮。我来追求你好不好？小熊哥，你的话就算了吧，你们怎么都说是单身，咋就没有一个是不单身的呢？直播间怎么就没有一个是不单身的呢？我也是服了你们了。金包小狗有我的记，1个月前，真的吗？家族，我也没老婆是吧？我是，你们太吹牛，怎么说？那在直播间不吹牛干啥的呀？是不是？只有我不单身了，是吗？宝宝，你脚好了，记得给我们跳舞。好的，我脚好了，我会给你们跳的吧。但是我真的现在真的受伤了，真的，没事啦，家族。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，我才真的是单身的，单身的给个机会呗，机会是自己给的噶，不是任何人给的，是自己给的，确实是不单身。感谢10万送来的小可爱噶，忧伤的往事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伤心啊，没有必要要伤心呀，就是太难了。怎么说？带2个小孩吗？带一个。我不是单身的，我是2生的，哈哈。我有宝宝，但没老婆，老婆离世了，是吧？感谢相爱一个，谢谢你送来的安排，谢谢。哇，你还在文山吗？我不在文山了，我今天回家了，所以我才摔到脚的。我离了2个了，我信你个鬼！你离了2个，你这么小年纪离了2个咋可能？你说谁都不